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文酸。新年的时阵，你伫厝拢会做啥？我拢伫厝内咧看电视转播，看演唱会，哪唱？食物件。哪唱，互大家听，听我美妙的歌声，歌声，歌声，歌声。歌声。安尼。大家伫咧新年的时阵，通常拢会是拍麻将嘛。二牌啊！我以前算拢输，最近这2档啊，我安怎算安怎赢，而且拢是赢千几块以上。毋过其实佫有一项足好算的物件，迄是咱细汉的时候定定，有当时去柑仔店内底算的。咱先来介绍咱今日要算的这项物件。噔噔噔噔噔噔！耶！这是抽奖的兔空鸭肉，你看像这。较早细汉的时阵，是毋是拢会有这？感觉等下当买食，当去试看卖。今仔要算这，其实就是咱足简单的，咱是画棍、加刀、石头纸，赢的人第人吐一空，输的人呢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拿到是变足可怜的。伊足善食的，为着买这鸭吧，伊就无钱啊。嘿啦，所以咱拄的就捐10块，放伫这个桶仔内底。要送互拿到第7遍。这过年的红包钱，咱今仔日有无？现场大家观众朋友见证哦，阮拢夹钱包啊伫遮有无？对。钱包伫遮，无严格也免啦。来配。以前是怎么大家开来配开成功了？拢是我甲教的。无，迄是咱一直甲讲，一直甲讲，一直甲讲，伊即摆较知影来配方便伫倒。好啦，咱开始哦，吼。好。加多久头转？耶，我赢！来吐。好来，我吐一空，看起来足厉害的。这敢若是印仔呢？印仔顶管有古水的印仔会当印，才有印。会当放伫你的头壳顶。嘛是毋免啦，吼。好来，过来加多久头转？我够赢呢！来，食这个。这是啥哈？红啊，新冠病毒嘛吼。这个各户节菜刀啦。甲你甲新冠病毒抬死。系啊，这你的，来。加多久头转？我够赢呢！来，紧头。连一条线。这是汽车呢，伊敢若个会当，伊敢若是一台车后壁载一台怪手。这是人嘛，这就是标识，还有一个乌头迄种嘿图啊。会当放伫你的办公桌啊。唔免，这都耶。加多久头转？来。来，这是啥？这是赛车呢。这是，这个是车。好，来你的。好。来，加多久头转？加多久转？啊！10块。你这个表情是安怎？家己会当去转起来一个车啦。来，这送你吼，送你。伤济啊！加多久头转？这是啥？车链。这拍开，是安怎感觉佫留啊新鲜哈？也毋过伊这贵安尼700块，嘛袂当讲要求讲伊品质来偌好。加多久头转？佫吐一空。这是迄呢？这叫啥？这是指尖陀螺。对，就是安尼用。来，加多久头转？这款换一个30块。这是迄冰激凌。我知影啦，这就是安尼嘛。会当吐出去。就趣味的款。哎呦，再来后一个。加多久头转？10块。这是啥？那是一个怪物。恐龙。噔噔。青色的龙。看袂出伊的头甲尾啊，对是对伊吼。好来，搞一个。加多久头转？一号抽一号。咱有我甲你找钱诶。你呢有90块啊，这拄啊好。这是一只飞灵机呢，安尼撸。飞袂开安尼。对啊。同意啊。后一个。加多久头转？这是啥？你做这物件拢看袂出来吼，等下我看一下吼。这会当甲倒诶。甲倒起，敢若有一个开关吼，会当互伊弹出去。你虾米弹着拿到第7遍？加多久头转？我赢15块。这是一个魔术角啊！你敢
敢有法度洗倒转来？我无法度，而且这洗起来无啥顺的吼。我感觉伊规个伫要散去啊！对啊，免啊，水去啊！这700块尔，免计较遐济啦。啊，好一个啦。加多就好做。好， 32号零啊，你看有看无？所以你即马咧俩零。我应该是想看大一点灯，谢谢。落来落去啊！好啦，继续啦，继续。加多就好做。哎，这是真的海星。嘿，这是海星模型嗯，海星的模型，这毋知会当起来创下吼。弟弟头壳顶，我是海星公主，你敢若弟啊！练场啊呢？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加多就头抓。哦，啊，海胆的模型，毋是，啊无是啥？就是大红诶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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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毋是趁机会咧搞拍，哒哒。然后就会大场你的同事。看伊袂爽，安尼甲赢。过来。加多就头抓，我吐一个9号。橄榄球，橄榄球，嘿，是安怎有一个空？哎，破去啊，破去的啊，甲安尼，来，加多就头抓，这个吐这个，哎，这是迄呢，伊是黏黏的恐龙的款，啊，第三底下动。而且佫会当安尼洗来洗去。袂歹，好来加多就就好抓。吐这个，这嘛是空较多，迄足相共的哦。这就是安尼甲倒去哩，爱洗。哦，敢有3秒哈？对，这真正袂歹算呢。好来加多就好抓。我头8，可是感官是迄个大红，我摕2个大红啊，一个袂离啦，来。加多就好抓。拿球机，遮有一个就是安尼甲试落。这我的，这我抽一个来。加多就好抓。好，看起来敢若是大作，我对这无兴趣。再来有一张。加多就好抓。11号。这就是迄种吼，因为做侪小学生拢会买这个耍。哦，我点看卖。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有够无聊的吼。毋过我也是较介意迄种买物件的包装拄落，然后就会有一声啵啵啵迄款的。对，迄款会较好。啊，这是较两光的版本。过来。加多就好抓。赞，一台汽车。唔免搁听，这就是一个汽车的模型。来。加多就好抓。喂。啊。哎，囡仔呢？来，你手来。这是一只鸟啊！看袂清楚，可以这送互你妈妈。是安怎送互阮妈妈？我嘛唔知，我现在讲嘅。哦，来，加多就好抓。7号。圣诞树啊，这是毋是拆开来家己做的？伊这就是安尼嘛，啊再甲倒起。凊彩倒着，啊，甲这水吼倒伫下骹。啊倒去。圣诞树需要水的灌溉。啊，过一阵啊了吼，伊就会变成一个树啊，伊会生出一粒一粒的物件。来，加多就好抓，加多就抓，加多就抓。模型车啊！来，加多就好抓。25号，这敢是一个金光。你哪拢抽到模型啊？系啊，我无介意这呢。哦，一个。加多就好抓，圣诞10块。拄开。佮敢若是锁匙圈啊，啊一个人头骨头，后一个加多就好抓，加多就抓，加多就抓。我吐5号。这是啥？哎，这是一个扭蛋呢。哎，等下你看这个图，是安怎生甲拿一种鱼啊？水底鱼。哎，鱼啊，会当订，人安尼订。加多就好抓。13号。这是啥？应该是安尼啦。哦，太气啊！因为伊有去石啦，所以吼伊会当更加连起来。好来，加多就好抓。19号，来看这是啥？来你一个。所以这会当创啥？哎，原来是安尼用的哦！哎，你足厉害呢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
好啊，算袂停。啊，这袂歹算，这我老的。加多多石头纸。哎，敢若是一粒鸡卵呢？是定的哦。这是塑胶鸡卵啊。啊，啊，敢有声音？无内底无物件。喂，加多石头纸。好，无重要，送你。这亲像是一只河马。嘿，来出两个，好来。加多石头纸。31号。你抽到这吼，其实是一个猪仔骨啊。落来啊！哦，这是目镜。嘿，也毋过吼，镜片吼，已经落来啊已经甲落落来。拄好我的面型真细，阁有法度挂。大家好，我是文酸。嘿，下趴下趴，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看啊，好来。加多石头纸。来看这是啥？这是爱家己做的呢，这有真侪零件。可能是一个迄种乐高的迄款模型。啊，你今仔抽安尼，拢总甲抽了了。35空拢甲抽了了哦。你感觉倒一个你上介意？我上介意是头拄啊，咧分的迄。这是我第二介意的一个，咱再来算一道。好，安尼观众朋友，后礼拜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台语真认真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啊，你继续算嘿，拜拜。